自從深圳灣地鐵開通咗之後，都多咗去深圳灣過關。而喺南山區有一間相當出名嘅烤鰻魚，佢哋嘅鰻魚除咗分脆鰻之外，亦都可以點傳統嘅肥鰻魚，仲可以配到多款烤鰻魚嘅配菜，食起上嚟有好多變化。另外佢哋嘅五花腩、烤牛肉、甜品都好靚。想知道近期有咩好玩好食，就跟我嚟啦！喺出發之前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頻道，最重要就係將個影片分享出去。我哋今次去嘅烤鰻魚店叫做獅子山，相信好多人未去過都可能聽過呢個名。咁我哋今次就去佢哋嘅總店食佢哋最出名嘅烤鰻魚。去嘅方法，如果搭地鐵嘅話，可以去到南油站嘅 F2 出口，上咗地面之後一直向前行，跟住高德地圖走，大概4分鐘就會到。其實佢就係喺面對住信和廣場嘅左手邊，喺盒馬先生嘅收貨口，迎住呢一部不坐嘅電梯，搭 lift 去到4樓就會去到獅子山。入到 lift 都會見到烤鰻魚嘅相，咁就唔會有錯啦。上到4樓，全層都係獅子山嘅範圍。喺呢度有個好搶眼嘅月球標誌，旁邊有電視介紹佢哋嘅烤鰻魚，亦都係深圳炭烤鰻魚菜品榜嘅第1名。入到去地方好大，有落地嘅玻璃窗，陽光可以直接射到入嚟。我哋4個人就點咗一個398 3至4人餐，當中鰻魚可以揀炭烤肥鰻8塊或者炭烤脆鰻8塊，而烤肉4揀3，我哋就揀咗大片牛肉、烤肥牛、厚切五花肉。海鮮2選1，我哋揀咗炭燒生蠔；特色美食2選1，我哋揀咗辣炒八爪魚拌麵；小食揀咗手作軟年糕；主食揀咗冷麵。當點好菜之後，我就喺店周圍望下，喺門口有放鰻魚嘅魚缸，分開脆鰻同埋肥鰻。脆鰻嘅魚身會比較緊實，魚身會比較瘦一啲，而肥鰻個身就會比較圓潤。另外喺度收藏打卡會送埋鎖匙扣。當返到去，店員首先會送上前菜，有泡菜、蘿蔔絲、醬葉青瓜、芽菜、泡菜、海帶，另外仲有包肉嘅生菜、紫蘇葉、南瓜粥等等。雖然佢叫做南瓜粥，但係呢，我就覺得似南瓜濃湯多啲。前菜係沙律，可以先食啲沙律菜開一開個胃。仲有配鰻魚唔同嘅配菜，有醃製嘅白蘿蔔、紫薑、紫蘇葉、紫菜等等。仲有烤肉粉，入邊有啲堅果，右邊係燒肉汁。首先上嚟係炭烤蒜蓉生蠔，呢個生蠔係冷盤，當燒過之後，將蠔過冷河，再喺上邊淋上蒜蓉，超級大隻，試一試先。呢個咧係冷盤生蠔，我哋平時食嘅燒蠔食得多啦，試下個冷盤生蠔。好爽滑個生蠔。有脆脆嘅感覺，佢加埋啲蒜蓉，好嘢味。食起上嚟個蠔肉有脆脆嘅口感。之後上嚟係套餐嘅辣炒八爪魚拌麵，呢個韓式八爪魚拌麵紅當當。辣炒八爪魚拌麵，試下先。佢個韓式辣醬甜甜辣辣，相當惹味。八爪魚好脆口啊！煮完之後咧過冷河，爽爽脆脆，個辣度咧會比較偏辣。如果中意食辣嘅朋友咧，呢個就 OK 啦。你食嘅時候，個韓式辣醬好正，好夠味，甜甜辣辣，帶有少少嘅香辛料同埋啲蒜香味。而個八爪魚相當脆口，配埋辣醬同埋麵一齊撈嚟食，夠辣夠過癮。呢度係用竹炭嚟烤肉，全程都會有店員幫手，服務相當周到。烤肉首先上嚟係厚切烤五花肉，未烤嘅時候成塊肉好厚，肥瘦個紋路好靚，好似大理石紋咁。配埋啲青椒、菠蘿，烤嘅過程，店員會將厚切嘅五花肉擺喺鐵盤度烤。一開始肉仲係粉粉白白，
當慢慢受熱之後，就會變成金黃色，冒油，發出吱吱聲。喺側邊仲有少少嘅微焦。當烤到熟嘅時候，店員就會將五花腩剪到適合入口嘅大細。見到烤肉嘅紋理仍然好清晰，油光閃閃，非常之吸引。可以點埋佢哋嘅烤肉醬一齊食，點埋佢哋嘅燒肉醬試下先。佢油脂燒得相當脆啊，好香口，加埋個紫蘇葉，有啲植物嘅清潔味道，中和咗個油脂感。跟住係烤肥牛，店員每烤一款肉都會換咗個鐵網，唔使食炭灰。個肥牛擺喺鐵盤上邊，一開始仲係粉粉糯糯，跟住將啲油脂逼出嚟，烤到個邊有微微焦香。肥牛唔使烤好耐，大概每邊烤半分鐘就可以。食嘅時候可以點埋佢哋嘅燒肉汁，鹹鹹甜甜交雜，好惹味。肥牛，嘅燒肉汁調得好好味，甜甜地，仲有啲白芝麻嘅香味，加埋佢燒肉粉果仁嘅香味，包住生菜食，口感更加清新。之後係套餐嘅大片牛肉，佢嘅瘦肉部分好多，喺上邊撒有蔥花、襟骨等等。喺烤嘅過程，店員好細心，再換新網。一開始紅色嘅肉慢慢受熱，表面開始變色，吱吱聲，好快就聞到啲肉香。喺食之前可以點啲烤肉粉，裏面有啲堅果，我就中意用紫蘇葉包住烤肉食，因為葉有啲清香同埋牛肉嘅油香夾埋一齊。紫蘇葉點埋佢哋嘅燒肉汁。個牛肉味都濃嘅，好有牛肉嗰種質感，好好照個纖維，大口肉咁食。配埋肉色咧，可以中和到肉嗰種油膩感覺。我哋加咗一整條嘅脆鰻，188蚊。個脆鰻係新鮮處理，魚皮係青靚白淨，閃靈靈。你望落去，脆鰻會比較瘦身啲。烤鰻魚都幾考耐性，首先烤鰻魚肉嗰邊先，烤到7至8成熟，先至翻過嚟烤皮嗰邊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好容易就會將皮烤燶，而個肉又未熟，咁就唔好啦。當烤到差唔多熟嘅時候，店員就幫我哋將鰻魚分開兩邊，一邊就用鹽燒，另外一邊點上蒲燒汁繼續燒。望落去就好似去咗日本居酒屋食高級嘅烤物。配有好多食鰻魚嘅配菜，有紫菜加醃蘿蔔，亦都可以醃蘿蔔加生葵或者紫蘇葉、紫薑包，口味會更加多變化。烤鰻魚咧，其實有好多種嘅食法，好似藝術品咁樣。呢個咧用咗醃咗個紫蘇葉包住嚟食，加埋紫薑，酸酸味味，好解漏啊！配紫菜食咧，我就覺得配呢個鹽燒鰻魚加啲醃製蘿蔔食，可以變出好多嘅味道。而呢個脆鰻咧，魚肉嘅口感咧會比較緊實啲、彈牙。配呢個生葵肉，辛辛辣辣，而下邊有啲醃製嘅蘿蔔，又酸酸味味，可以食到唔同嘅味道。另外套餐會包咗8塊嘅肥鰻魚，個肥鰻魚會明顯見到魚肉比脆鰻魚更加厚同埋大塊，個魚肉亦都係肥肥白白。當烤到差唔多熟嘅時候，店員亦都係將一半鹽燒，另外一半點上蒲燒汁。你食落去嘅時候，明顯同脆鰻嘅口感好唔同。肥鰻魚嘅魚油相當豐富，食落去嘅時候，個魚油好似喺口腔裏邊爆開，非常之滑，食起上嚟軟軟糯糯，更加香鰻魚嘅香味。如果中意食傳統嘅鰻魚飯嘅話，呢個鰻魚咧就啱晒你啦。另外套餐會包咗碗韓式冷麵，我食完烤肉之後咧，再嚟多個冷麵，佢套餐包埋個冷麵，冰冰涼涼，好消暑，入邊仲有啲泡菜汁、番茄仔、蘿蔔等等，酸酸味味啊！
有啲蔬果嘅香味，相當開胃。食完烤肉再食個冷麵，夏天食真係一流。酸酸甜甜，帶有一啲韓式嘅醬油香，好醒胃。小食係手作軟年糕，圓碌碌、白白淨淨，你夾起上嚟就知道個年糕係相當柔軟。佢配上一碟黑糖同埋一碟黃豆粉，可以先點黑糖，再點埋黃豆粉，咁食起上嚟就會食到年糕嘅軟糯，亦都唔黐牙。最後甜品，我哋加咗草莓牛奶雪花冰40蚊。呢個雪花冰用椰汁做雪花冰底，白白淨淨，而外邊鋪滿咗士多啤梨，相當大碗，好誇張。食之前可以再淋上奶油。士多啤梨雪花冰，佢用咗椰汁雪花冰，甜甜蜜蜜，然後士多啤梨。哇！食完烤肉，再食個雪花冰，涼透心啊！可以食到棉花冰淡淡嘅椰香，甜甜地，仲帶有啲絲絲嘅清爽。食完烤肉，食呢個好解暑。最後我哋4個人埋單，總數係626蚊，平均每人156蚊，已經係食得相當豐富。當中食咗佢哋2款嘅王牌脆鰻魚同肥鰻魚。如果中意鰻魚嘅口感係爽脆嘅話，揀脆鰻魚呢就冇錯啦。如果想食好似傳統鰻魚飯嗰種軟糯香甜嘅鰻魚嘅話，就可以試下炭烤蒲燒肥鰻魚。另外佢哋烤肉嘅質素都好高，加埋甜品做得好有水準。好啦，今日影片就嚟到呢度。如果中意我影片嘅話，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頻道。最重要就係留言同埋分享埋俾朋友，撳埋我鐘仔，當有新片出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。約定你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